美国众议院当地时间12月3日以407对1票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呼吁华盛顿针对东突厥斯坦设立集中营，关押维吾尔族等穆斯林制裁北京。北京4日对美国众议院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作出强烈反应，指责美国诋毁新疆的人权状况，反恐双标，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谴责美国众议院的维吾尔人权法案蓄意诋毁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抹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他宣布说，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怒，坚决反对。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卡拉卡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的美国国会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谴责土厥和穆斯林世界对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种族灭绝保持沉默，以企图获得经济利益。土耳其好党议员发赫鲁丁优固什说，土耳其共和国应支持东突厥斯坦的斗争，并呼吁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至少批评中国的迫害政策。在土耳其国民议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批评了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压制政策。他说，为了改变该地区的人口分布，中国当局有意将汉族人迁往东突厥斯坦。他强调说，在东突厥斯坦童话中，成千上万维吾尔族和知识分子在中国被杀害或关押。北约成员国的领导人周三在伦敦签署一份联合声明，称中国崛起为北约带来机遇和挑战。峰会还将批准一份内部报告，就如何应对中国拟定行动计划。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表示，中国军事实力增强，包括拥有可直接欧美的导弹，意味着北约成员国必须携手应对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如今确认中国的崛起对所有北约盟国都构成安全影响。来自巴基斯坦各地的至少629名女孩和妇女被卖给了中国男人作为新娘，并带到了中国。该清单是由巴基斯坦调查人员编制的，他们决心破坏利用该国穷人和弱势群体的贩运网络。该清单提供了自2018年以来被卷入贩运计划的妇女人数迄今最具体的数字。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巴基斯坦的基督教少数群体如何成为经纪人的新目标。中国经纪人给贫困父母付钱，以将他们的女儿嫁给与中国男人，并一同返回中国。然后，许多新娘在中国被孤立、虐待或强迫卖淫，经常联系家中并恳求将他们带回来。北约峰会周二在伦敦揭幕，但这个跨大西洋军事同盟的分裂加深。早前发表北约脑死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时，就土耳其买俄罗斯军备、处理极端组织打以沙、外籍武装分子等事针锋相对。当二人正式会面时，气氛仍然紧张。马克龙不但拒绝收回有关言论，更反驳特朗普所指，上届美国政府拒绝向土耳其出售爱国者导弹系统，指该国改购俄制导弹的说法。他表示自己支持北约扩大组织目标至包括打击恐怖主义，但很抱歉，我们对恐怖主义的定义都不一样。更表明土耳其拥有俄制军备后，技术上不可能是北约成员国。